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理頻道。呢個頻道首次同大家見面，呢個頻道內容豐富，講嘅嘢無所不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啦，言歸正傳，今集同大家講嘅係清朝的令妃。清朝的歷史，相信有好多人都認識。乾隆係一個多情皇帝，後宮人數眾多，而令妃可以說是乾隆一生鍾愛的女人之一。但係點解令妃喺生前冇辦法成為皇后呢？以下係我嘅一啲睇法。第一係因為令妃出身嘅問題。清朝是個等級森嚴嘅朝代，中觀江嘅前兩任皇后富察皇后係雙黃旗出身，佢嘅親人都係高官，出身極為高貴。繼後妃法那拉氏係滿洲正黃旗出身，佢嘅家人大多數係武將出身。雖然佢嘅出身比唔上富察皇后高貴，但都絕對係一個體面嘅出身。反觀令妃，佢係包衣出身，包衣係清朝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於皇帝、宗室及皇宮之家嘅奴僕群體。而令妃入宮後只係一個小小嘅宮女，呢個出身就算乾隆想立佢為皇后，只怕滿朝文武都唔會同意，所以一向要面子嘅乾隆絕不會挑戰祖訓，落人詬病。令妃自己都知道佢冇權勢、冇本境，根本冇人會為佢講好說話，所以佢根本無法被封為皇后。另外，乾隆前兩任皇后一個早死，一個根本不廢而廢。乾隆帝不想令妃做皇后，可能係想保護令妃，更加不想自己再傷心，或者係因為乾隆自己有陰影嘅關係，乾隆不想再立皇后。當然，除咗呢兩個原因之外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繼後妃法那拉氏只係被打入冷宮，並未真正被廢，而佢所生嘅兩位的王子亦健在。為咗體面，乾隆都唔想再立皇后。乾隆喺63歲時將永琰秘密立為皇太子，本來係神不知鬼不覺，但係如果將令妃立為皇后，前朝後宮必然會知道佢會立令妃嘅兒子為太子，咁樣做必會引起其他王子嘅不滿，也許會再次引發奪嫡大戰。顯然乾隆係唔想睇到呢一幕，因此乾隆根本唔想再提要立後嘅事。儘管乾隆帝好寵愛佢，甚至俾佢掌管後宮，但礙於清朝皇室嘅規矩同政治考量，乾隆帝冇辦法喺令妃生前冊封佢做皇后，只能喺乾隆60年1796年嘉慶帝登基後，先可以追封佢為孝儀純皇后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鍾意呢條片嘅請將片段分享出去，多謝晒大家。